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養社工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嘅題目係化療期間嘅頌缽治療，佢嘅好處同埋注意事項。化療係一個好艱難嘅旅程，病人可能會揾唔同嘅方法嚟舒緩身體嘅唔舒服。頌缽治療提供嘅就係聲音同埋震動嘅一個療愈。咁頌缽治療嘅一啲原理，其實佢係嚟自西藏傳統嘅醫學，有數千年嘅歷史，主要係靠敲動呢個頌缽同埋旋缽啦，去產生一啲獨特嘅聲音同埋震動。咁另外就係透過震動啦，嚟到係穿透身體，促進身體嘅深層一啲能量嘅流動啦，從而達到一個平衡嘅狀態嘅。咁啊，記得有一次有一位病人嘅分享就係話，佢話全身好似每個細胞都好似好被溫柔咁樣觸碰，佢聽到嘅唔止係聲音，而係感受到頌缽嘅震動能夠穿透嗰個身體喺身體入邊去流動。咁化療緊嘅病人對於做頌缽治療有咩好處呢？咁第一就係透過聲音啦，去啟動佢哋嘅副交感神經，降低嗰個壓力嘅荷爾蒙啦，可以舒緩到佢哋嗰種stress 啊，或者係焦慮啊咁樣。咁好多病人同我哋分享做完頌缽治療之後，休息得更加好啦，瞓得更加好。咁呢個都好有幫助佢哋去recover 嘅。另外就係、第三就係舒緩到佢哋嗰個情緒啦。咁林太咧曾經分享過就係話做完頌缽治療之後，佢就瞓得好好啦，係啊，瞓足6、7個鐘啊，就唔會即係成晚喐來喐去瞓唔到啊咁樣。咁另外咧就係舒緩啦，舒緩嘅疼痛啦，聲音嘅震動咧能夠轉移大腦對疼痛嘅一個注視啦，能夠提供暫時嘅一個緩解。而頌缽嘅震動咧，能夠讓繃緊嘅肌肉去放鬆，減輕咧佢哋舒緩佢哋嘅一啲身體上嘅唔舒服。咁頌缽嗰個聲音咧，能夠係釋放腦內啡啦，讓佢哋咧係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啊，咁樣。咁例如趙伯伯咧，做完化療之後，身體好唔舒服，佢就話喺頌缽嘅治療過程入邊，感覺嗰個痛楚好似消失咗咁樣。佢話呢一段即係唔痛嘅呢一段時間咧，對佢嚟講，在佢嚟講咧，係十分之珍貴。咁去到一啲溫馨嘅提示啦，亦都係我哋做癌症支援工作喺臨床上一啲好實務嘅經驗咧，同大家分享。有幾個注意嘅地方就係，如果做完手術，半年啦之內咧，我哋都唔建議咧喺傷口附近啊，或者喺腫瘤嘅部位嘅附近係做呢個頌缽治療嘅。咁其實同氣功一樣啦，我哋係唔會做嗰個有傷患啊，或者係腫瘤嗰個位置嘅。咁另外，如果病人可能有已經去到骨嘅轉移啊，身體有某啲嘅地方特別係脆弱啊，需要保護咧，我哋都要注意啦，同埋係避免嘅咁樣。咁另外咧，就係要考慮病人嗰個免疫系統，即係嗰個抵抗力啦。因為做化療有機會降低嗰個白血球指數啦。咁如果有一啲好公眾嘅頌缽大休息嘅活動咧，就可能考慮咧就未必去人多嘅地方，但係單對單嘅頌缽治療都係可以嘅。咁第二就係需要保持我哋工具嘅頌缽嘅潔淨啦，我哋要做淨化啦，例如會用鼠尾草去做個淨化。第三咧就係誒
選擇一啲有相關背景嘅頌缽治療師咧，呢個係重要嘅。咁另外就係、過程唔好太長啦，或者係太干擾到病人嘅休息。盡量可以就係考慮，例如病人一開始想做埋背部嘅話，就先做背部，然後咧再做前面身體嘅部分咧，咁個病人咧就唔需要話反嚟反去啊。咁其實佢喺療愈嘅過程咧會更加之舒服嘅。咁接住落嚟呢，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，或者係我哋臨床上嘅經驗呢。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，例如何小姐做完化療之後做頌缽治療，如果佢有末梢神經病變，點算好呢？例如佢嘅手指啦、腳趾啦，好敏感啦，好麻痹啦，咁樣要注意啲乜嘢呢？咁喺台灣就叫做周邊神經病變嘅，咁係化療，可能係某啲化療嘅藥物嘅一個副作用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避免咧，頌缽嗰個震動咧係去影響到，因為病人咧會覺得更加之唔舒服嘅，所以就建議唔好意思，建議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部分。咁啊，仲有啲咩建議咧？係啊，頭先都有提過，就係邀請一啲係真係有經驗係照顧癌症病人嘅頌缽治療師啦，因為佢哋比較能夠了解到病人可能做唔同嘅癌症治療嘅副作用，可能做電療、化療、標靶等等，做手術，咁佢哋會變得更加 sensitive 啦，會考慮嘅地方會更多啦，咁樣。咁做頌缽治療嘅時間，嘅時候咧，可以由短嘅時間開始啦，慢慢一路去適應啦，或者係了解翻每一個人嗰個需求啊、需要啊咁。咁張女士咧曾經分享佢嘅一個經驗，佢話頌缽咧，當佢放喺身上嘅時候，佢會覺得有一種嘅安穩啦，能夠從休息入邊咧重新得到力量。咁多謝大家收睇《領養社工1分鐘》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